海红，等于俺们里向许多大人给了里向包出来，这个只有讲，昨日子送得来个伴娘如果是松龙老相公是我个老伴侣，那么这个只有黄贼什么的，还是海红姨他有老伴侣了，我给了里向吃故事啊，好受防。有劲该把一下嘛，贵州差人弄个松龙老乡过去听出来，两个差人相互了，该把老乡小孩子老乡给我听出来，分娘该把这个听听哇，在结果里就这个十个龙了来，哎，三百四在，不能忘了，你还三百四，好了，出来5、6个差人，一米老最门，一米已经老横着。做啥了，忘了。哎，有工资啊！不，你刚做第三生意。不要发红脸的萌，才得了1名有工资。啥个事体了？放外人啊！哎，啥个外人了？昨日只要夸动，哎，伴娘日公事，哎，松龙老相公，今朝要放在。哦，就是这个伴娘日来的子。哎，本当水该呀都脱开。是呀。我来这谁写的？顶多要提。是个呀。你这个石锅哪会3个放着呀？3个放。忘记他孤孤零零在。他是家。今朝有人实在结果努力爆出来个。啥人是敢狠啊？把头俺都维护住。哦，不得了吧？南京超光的你黑的个身旁边个新不动物，生存历来个超光黑红旗他呀，实在结果弄个老头子爆出来。说啥干了个呀？咁我打不动这位，黑红到里向个来了么？啥关系呢？黑红啊，是到里向个老相公啊，是你个老伴侣。我是你老伴侣啊！还有今朝黑红里他呀，等你肚肚叫出气哦，真的开心啊！是这样，弄个傻姑一顿吹过，还有莫得来鬼血喷头，真的梁上果是人啊，哈得上我梁上不得听听来个呢？你这个哪有神奇个当年工作谁干啊？对吧？大明发的机器了啊！慌张王八的什么一个东西啊？哦哟，听这个老鸭子能够去烧火油，那烧火油了？是啊。当然重视。哎呦，啥个？个海话里向，这个你看见海红吧？当然看见了。真的？哎呦，马上看到一种生气的超光里这个行里，哎呦，那么来个就是我冲他一把这样子哇，我不看见哇。哪分看见？现在人昂里向，让我进去看。没，哪了？已经走啊？已经走。哎呀，我要。来看了，外分吹了，大概了等老相公出来，喏，这2公水，多走，谁就走。啊？谁是黑红的他呀？这个人是海红啊？海红呀。你别干着喂！哪个？这个哪海红呢？那不是海红的，我看错嘛，里向的老鸭不会错呀。在这里红旗他要上，红旗他要斗，你哪会得弄错呢？根本不对了，孩子喂！那不对了。我眼光收得凶在，这个人嘛，谁知道？水改个伴娘是来的。你个动物儿呀，所以你知道水改个辰光，你跟那回头天行里覆盖个样。你个动物儿？喂，不对了。哪来？我说你回没了，他今朝生气回来。哎呀，说你知道身上一套旧衣裳，今朝我这一套新衣裳才。不对个。哪来？我说你跳做相不该今朝不跳啊。实在笨的嘞，这做相还不跳个啦？三个可以不跳个是？这你是讲讲起来嘛？谁说没错？三个说你知道个动物嘛？是今朝个海红旗他呀。对关。今朝个海红旗他呀嘛，就是说你只跳做相扑盖个动物。应该不错。哎呀，你做啥子？又是一块那么无趣。哪去报的？海红旗他呀个生物嘛，看得个朋友去跳做相扑盖个啦。哎呀，对关，我当年不甘心跳关。但是看上去说你是个松龙老相公，不是你个朋友，就是你个东家是超讲，海东人啊！哎呀，那么对子哇！想上这哇！哪了？我不太来规则里水改档子里要好的哭出来，分享上哭来，3时一点点不破，但是你刚要
里向去不想想嘞。我就是你玩，谁是你玩？对这个老三姑别去在，别去在，谁知故里都成了黑，都成了黑。哎呦，都成了你张皮子玩。哎呀呀，你两个的晓得眼泪想的哎，稀稀淡淡。想一想，说你是他龙母叫啥货是好像是的，是的，是你眼哇，眼是分眼个，本没有点本个，根本就是眼哇，不读书，叫什么真正眼，那不叫眼哇，分眼个，顶多上方半斤拿来擦他一斤，上方半斤擦他一斤，为不眼啦，谁明懂得一提是高的哇。出来开门，刚一开，哦哟，另外头走啊！哎呀，有啥事体啊？有公事啊？开设万人的。哪里个万人啊？哪里个万人啊？咦，说你知道啊？刚两手来了。哦，这个把手来了。我们来这些这个，给了里向几个一二天，马上就要放开，你等下啊。哎，妹妹进来。还是放万人啊？对吧？根本我们家里出来呀。哎呀，我们呢？啥个我来？我们呢？说你知道这个来了进来以后，说你知道压力一心一直详细的情况，讲给你两个都听看。在过年不相信，讲给你听。俺王官，我清楚。昨日要快动，我来向公送的给打，那么到最子嘛，我屋里请得里向，先往当上向么地和相做，那么我对来向公说，来向公啊，给了里向个规矩哦，万人进改么要包先往给，那么你们年纪都在，你包么别包，你们上去公公虚望。都是个老相公对子我，你叫小王西来背我我在背他。哦，这里你什么的哪位的包面呢？2米之包，2米之包。哦，那个那么这个哇，啥么子这个子？不上，你不晓得的。跟我去，那么呢，我们里那要为俺吃了，那么李生公分吃了，分吃了，那个不来个是不好哇？
到底奔到我的饭店里向添了一只最死猪来呢？说得出个来！来，我分改啥高档了？啥个饭人了？我今晚请你吃一桌子。东地道高一台配羊肉还是？我等要饭娘不里吃的。你娘不里吃的？叫不来关。来泡饭了师傅。还在不来的？你别吃的。你不用吃得来这个有味道了。真的。泡饭吃得三碗，师傅打他我半块。哎呦，不用米外。哦。那么要里向嘛，我想一个老相公摆了罗大年。照文理讲起来嘛，万人应该嘛，应该归了盒子里向。里头嘛，才要凑起来。那么我三个从里头就送得来。你们年纪都在，那么我想，你个干肉长啊，土亲向我为风为主的。你个房间空了海。那么叫个老相公，是那个干肉长的房子里向。那么今朝走龙乡，我到街楼里向来上班嘛，一看啊，老相公已经起来在。那么我问你啊，我这老相公啊，你走龙乡点心还要吃啊？你说我要吃啊？是的啊，你有双脚，动有比那里还有。你那个动力，我的双脚那都跑去动了还。我的动力，嘛五只汤头，老相公来了里向吃汤。吃汤头啊？对吧？那哈，我们呢？方才闲话还是真的？真的。真哈说？哪会大哈说呢？是实话。我打来讲。你到屋里向做中忙，你记得你是对该运走啊？该运走。他这是毕业后走啊？要是把我撇得动力了，我他毕业后啊。这种毕业后要么难来他吧？这个少年呢，阿可姐。这个少年。这个来了对呀，60岁了，年纪么大了，眼光倒蛮凶，一看嘛，认得吧？认得噶？认得。昨日子那个老相公进改，我要关改门，关到一半嘛关负债，外头有个相和，我们推老子个副本关，知道里向个老相公嘛是我个东家，我们要进去服侍你个。那么我说，你都不是来吃故事，你都来开财房噶。那么那里砰关了外头呀，那谁是这个相和？是里向老相公的东。这个人来到里推出去噶？推出去。你也喊这个嘞？那喊了，你还晓得你是啥人？你是啥人呢？大着地上了还。你还晓得里向来了，今朝哪位放假？哪位放？我老要想着放是吧？老要想着放了，老要忙忙去出走。老要哪位的小开放？放你这哪边当？那谁是这个人？是带你出来的？这个地下人吃光了，我东家包出来呀。是吧？晓得人家。晓得人啊？你还想晓得？晓得吧？你来问我。你问个。这听见是把你大家更多了。年纪都在，太背不起，让我当好苦。那么你讲看呢？大来讲，这个不是本人。啥人？南京蔡江道人黑在身旁边的贴身你要叫黑哦。里向吃官司的来了，不是本人。关在那放出来的谁是蔡江道人？当心！蔡江道人。那，有时夸。对，上面是对的啦。昨日吃鸭饭的辰光，我在旁边看你吃泡饭的辰光嘛，一路个害怕哇。啥个害怕？害那个怕的。有那大三个吃。那么有时挂着哇。那么还没翻。蔡江道你会叫我阿哥了哇？我害你阿哥吧？我阿哥啊。对福文呀，对文们我得不得着呀。那么有时。那么那喊你。这能到里向去解决你噻？咋都能到里向去解决啊？我不来个，动你看就头老一个，不来个。太老远了。不来个。你痛你。痛我。你一个人进去解决的。要是挂在我一个子进去啊！哎呀，我不晓得你蔡江道你们一点也不好呀。我晓得你蔡江道你们分不得讲，我俩只脚拉拉带皮毛啊！哎呀，那么你还提啥呢？你是你阿公啊？兄弟说嘛，阿公张市面上讲都类似的。不忙你啥么？你哪里讲？师傅，他的谁是我的？对个，这名字也不弄的，弄进去哦。小鸟。那么今晚忙中里向进来，那么同你哪里？同你们来吃汤头啊？5只汤头，吃它4只半。阿妹只汤头啊，皮子我也分吃的，娘不个在。那么这个糯米人呢，
没太没发下来了。你记得我人吃下去，发下火就顶了海，来得个难度。你们下得来你，农民人你得不得了。咱们来了呢，嘴巴里向嘛拉吃汤头皮子，一扎水里向嘛脑子一碗汤，那么呢，搿只碗好放下这样，你不说得个点汤，等些我要吃下去。那么搿张皮子下了下得再一个辰光，一了，刚巧一到搿搭喉咙口，金杯来着，望着大人门前，哦哟，大人啊，啵啊，捞了一下，啪啦，一只乌克山。不可三事体啊！头面搿张皮子，上不上下不当中往里夹了这呀！哎呦，海话讲不是气啊腿不住，面孔长得凶凶。哎呦，金杯不晓得，住到地浪向多上不多磕头。哎呀，老大人啊，你们总该该死，谁到该了里向，这个至于糊涂弄的谁给你们不晓得该总是要分块的呢？今天你要说是吧？不多上磕头。老老想你们了叫我大人吃汤都要吃杀脱走啊！哎，我讲不出来，脑子清爽，这是个老老几只小嘴里往着喉咙里向去抠，一抠嘛，2个3个塞头丝出来，塞头丝一抖嘛，好不容易拿个张皮子，中手移下去，哦哟，来了想，搿种汤头下汤随便拿付吃着，人生命要吃出来着。不得奇怪着啊！哪里来叫我大人家？我啥地方落我家？我自家蛮当心的。啊，金掌公，哦哟，大人啊，这啥小人在？大人啊，小人该死呀！哎，哪里来什么大人啊？你认错人了！哦哟，大人啊，你们不要瞒你在，你们就才刚才你海在今朝海红一套也没到里向去包来出来给，是男是你的朋友啊！老一听光头的，啥里个奴才几十年几把比子朋友长，再过几年我要叫你阿公花子啊！这个海红是我的朋友。不过大人嘛是领域大人啊！哦哟，大人啊，你非要瞒你在，你昨日到那条做相扑盖个呀？啊是啦，那么海红旗他要个身份嘛，哪行肯得朋友条做相扑盖？那么就是你东高车高大人，海大人，你准备该死不老得噻？来一听，那么回去，不里都打出面对来着。我本来了街了里向待过3天50万人，嘎嘎滴滴，隆隆清爽。那现在不能等了，你都需要等我身份证，再等了还放案不能放。搿呢，只能出去的。出去之后到外头去还能放的。啊，金掌高，不用惊慌。只系江路水去，你们何罪之有啊？为找列位大叔，早上拜公。哦，根本小子呢都认在，那么金杯都要进去了。来了，立起身来，嘴巴倒是往正里向进去。哎。出去嘛，要往外头去，哪往里向进去呢？去围头上王继章。这里刚子一夜天的冤枉，我拍胸脯，3天50立等加油。今朝这后不当，外头一转头不理晓得，理要挂你。讲起个来头，但我还敷衍，讲得蛮好听。大个辰光想不想？一转头去打上之后。那么呢，老一大里往正里向进来，嘿，这王局长的猴子跟水一口啊起来的。昨日之家里向铁索浪荡，
今朝放风啊，三岁三家，姥姥要进大道里向。啊，王爱玉，你好早啊！王局长听见有人喊自家，抬头一看了，哦，谁是昨日子大哥来了？陪我刚这个腰体，说今朝这盘菜还已经起来着。啊，老先生，你起来的好早啊！王爱玉，像今日么，我要出击去了。哦，是我不能有所。哎，是哪里话来？哎，老先生，你能吃得进去，我总来了。哎，王爱玉，不用伤心，我吃得进去。你有什么实话，只顾讲来。哦，我又个来了这对汉人。昨日子他陪我讲这个要地不叔叔，今朝邻居来围点我上，慰问我。你还有啥事体，还有啥闲话，你经过托下子。想我，但是有几句闲话要打你讲讲那里。老先生。你能吃得进去，我与一日相聚。那你带子我的呀？说法就是不有人事，此人不来心知一分，黑子丈夫哪有好事？道德未必江湖的事情，终于警方将之一讲，吃一吃我胸中一口幽气，我死已瞑目了。姥姥一听嘛，这两句闲话啦，是我昨日打你讲，你不肯讲有话给我听，那么我对你说，你讲给我听，我到外地去跟你讲讲有话，出在你胸中一口幽气。假如不知我用不着跟你讲有话，因为我有这点力量，能够跟你深有力往。这得你讲得明白的，哈哈，王内玉，你这不放心。我昨天跟你一讲，我有一个老友在海在水下做梦就操在为生死，一定能够非正即爱。王内玉，赛我话，赛我。哦，一来着，真就是个老朋友，别去过去。李总归是海心呀，真心一片。既然如此，都是老可怜。好，那么王内玉，我要走了。老先生，再会了。与你为民再见呀！我又忘记
手头上来吃不死啊！那么来听呀，当然我头这位，这句话啥意思？就是讲立马出去噻，我马上还要到我头去干。当然我头在相位，这个叫与你为必再见。他是你现在就是让我讲，当然这位早，你等出自家眉头，啥个意思呢？就是说你马上就要进来的。哦哟，说的有道理。啊，老先生再会了。带水声往外头去，金杯的才看坏了海在海东，你那安慰王小子王叔呢？晓得个你是冤枉噶，当你当来拍胸脯噻，我哇噻我，可是呢多定哦。金杯将用了好人啊，来得个无心，那么领子头人给哪里追过来？都给大哥们跟随哥们开得热闹当来。老老要再打出去对外头一看嘛，哎呀！这看见外头差人不不收收，那么弄讲他谁晓得我个身份要来看看我在？哎呀，不要你说，你都不要交出帮哦！但是我懂人啊，懂人啊，那是我讲，我外头还放安了呀，那是不能放的。来了发觉不？对神道，把他手指骨捉起来。我面孔做么门儿，这个差人一看门，才刚都你出来在，一想上去，他里打仗我也想不来。叫你啥呢？你现在让四样插榜，个春后饭接触板块。现在是干嘛？这当不晓得。对，我操你就要快打仗来嘛！啊，有什么来相公啊？哎，什么来先生？什么娘弟啊？阿姨啊？那个叫什么阿姨就黑的这个呢？把这个忘记他这个，太少了黑了。来了，一听讲我阿姨讲我娘舅，随便只要不讲我同人，嘿嘿。那么听现在要进手指关面孔浪下放下来。啊哈，六位大叔，老相公啊，我小一点。哎，今日又相见了啊！这是说啊，一般都是啊。啊，我要醉了。你们都在这里呀？哎，你谁来还玩？哦，再见呀！啊，再会啊！再见，最好。哎呀，再会。老老吧。等来这，各地差人围住了，刚刚议论纷纷。哦哟，哪来？那么真正定心啊！我真正哈撒狂！哎呦，名气没下得来，采光中人，哎呦，中道子哪来？想不得来这个海湾，来这个靠几个面孔鲜兮来看呢？我拿送饭菜，来送饭菜，哎哇，来送饭菜，哎，我心辣辣当地啥人当？哎呦，我跟你讲，哎，你叫不懂，哪来？一个鼓出来，哎，毛跳了四牛身上，当，我你默默的狗血喷呢，哎，这个鼓肚里向不呼吸干，在了面孔上，哎，都破个鼓出来，是要嘻嘻，你看呢？海东人跑出来不露声色，你看起总归讲个在。讲的啥了？我真的不懂。讲的是，老弟呀，你白出的，你能的。哎，我们呢？哪来？大人出来。哎，阿有怕是先带大家一看没海话，当真好话。才光头你眼睛哈过呀。哎，面孔人清爽，一个豆腐就通吃不死。啊？不是那个，这来是个什么？打开油门，才刚到你身位置，怎么子眼睛了？现在，你不离口就这样吃不死。不光等人哇，干嘛是个了？这个不是，我来，一句话哈，啥呀？啊，说是要预备，今日又相见了。你没好啊？你们都在这里呀？没好啊？每个有谁台子的呀？啥个谁台子？就是讲昨日农水改。还是你都这个几个，今朝放我还是你都这个几个，你都对知道，懂得海湾。我说是干啊！留下来对你谢谢。你谢谢嘛，还没海湾。谢谢还没哈。你上浪不灵呢？中些分十个蓝些呀。再结棍嘛，什么两个字？哪个？再见。再见嘛，还没海湾。还没哈。才讲多年，等待三差人再见啊。想那个付出，那再见了。都同人入门龙下，上风宝剑拿出来，拿你插他，
一记就再记。是哪个再记啊？真怪我个在。那个叫什么？你讲这个对经理讲一刀把好杀光嘛，没那弄法呢。两个差人跟那个打议论纷纷，老老出来要进行自家的办语，海红啊，每个几十年直播比之办语者。我大家看看那还样子一个老办语的，一个这样公司来好了，眼睛对我傻傻，嘴巴对我花花，不来教育我，叫我跟你走，没了，老老不想，跟着海红走，对着两个圈子，海走一个弯，进一个小卡在，跟里到里向嘛，进小房间。到房间里向，海红路门砰一关，扑通一声，大人要进两旁边板壁里向站站，隔壁里还有人，倘是有人讲闲话要当心点。现在一看500人，定心，忙身凳子浪向身体松定，一看噗气。身浪向寒流，出光前行，一面孔海在身旁边，幸福动物，上周有法子。哼！哎，这将这身新衣服，我想海红一看嘛，吓得来了也发作着，搿来只光，新衣裳换下来，旧衣裳再一双喊，老刁，我还在。我想。那得叫我举下来。多少讲？我想。啊，哎哟，干嘛举下来？鬼情绪绪。老刁。一要天不看见，还是不认得着，想看看清爽面孔啊？哦。哇！哦。老刁，我讲没讲？我来到跟你讲，你一样看得重点，不痛不痒，看法比不看还难过。哎呀，谁不对哇？哈，比不看还难过，但是叫我看得重点。我把你这个狗的，谁叫你到衙门之中把我抱出来啊？你不帮我出来，难道我不能出监了吗？来掉，那我晓得这三个人让关后，我弄你办错他噻。来掉，根本我打不懂，我不办你们你拿出来呢？过了几天，这些事会放我出来呀？来掉，你想好的过几天事会放你出来。至于官方呢，我为此办理出来打你8个头子。我打你讲，我今朝不去办理，永杀永续不为办理出来。什么意思？你忙记头子。你就是要到批中来帮我出来，你要先来听听我主人的意见，那都要你自作自伤。再苦恨，是我是你的朋友。我是不是跟你交的朋友呀？那么清爽在，来掉你回来回去为这啥样嘴话？现在是我的朋友，老关好了噻。没来掉，你要看事体去的呀。我为此办你呀，我只能是讲来掉，你听我讲清爽，你肯定晓得。我也不错呢。你有什么道理？来掉我也来办你，但是我心里想蛮清爽，你让4行插光，那么我也能够实干讲。他更多眼睛你都还晓得里向把做出来了啥人啊？你就是南京菜帮黑。讲不得。还是不能讲的。是啦，根本哪讲法呢？我为此办你们，我只能是这样讲。哎呀，是，你是我个朋友，只能这个当也当个交一句，你哪当真的呢？来一听，倒有点道理了。我市场采访不能跑得去，采访的女孩子虽然该了你想去不来个呀。讲朋友还通点了，讲其他还不通了。朋友们老少朋友还有呀。假如果这么大人心里想是欢喜里了个，那么欢喜么呢？欢喜了头皮里呢？来不当心要流出来的。谁此说来嘛？你有你的难处啊！趁机会会的，别当真好。是啦，谁是朋友弄吧？孩子，来掉，一个种朋友是罗大奇妙，一个农地不改了，哪里摆出来呢？脱狗的！哟，来掉又来着呢！起来噻，不开噻！
啊，咱们起来。老刁，门上来看看。怎样？说你这个给了里向药品，我已经担心。这个金杯的阿诺的声音开大。这个金杯待我甚好。还噶？金杯好得不得了。昨日帮我去拍饭师傅。夜里向嘛，帮我盖房间困觉。今朝早上向嘛买5只汤头帮我吃。他为人太忠于了。真的？哎呦，一个东西不干，我去为你汤头了这个。哦哟，他那个第一口气那个是。错对的。我要自己夸着吹那个啥说出来。老掉忘记的这样，对不是。不是来噻。忘记的噻。不通顺是。老掉，那么在门上可以啊。你一本正经放5关。一本正经放5关，按放啥呢？放啥个？我们在南京油门之上，开启自上挖到满载海明这个王继章，我亲眼所见。是真的？是有哇！啥个钱？只让我在这桩事体不能放啥个子？我根本连哪事呢？我同他讲，你放心就是。3天50。立等家应啥么子？3天5夜来掉，不来个，没让夸个，你要不想想，搿桩事是不是新鲜的哟？搿桩事体已经过去2、3年的了，已经成功争取完了孩子呀，没让夸个。对，海我老公是晓得的，不比新鲜的事体，外头3两议论纷纷，来到外头去听着发生鸡丝麻醉。搿桩事体成为疑案，成为神案之呀！外头500人来讲着。那么他就办了其他的官呢？甚至两道生活着，你不甚至过了旁边，为啥自家一人3年？到辰光我要追个让华人资源来管了。海在2年，越是你的儿子，越是要弄清爽。像这样。拿外头500人议论，我到7日所在，窗门一打，去放看，索性为门得到点事体。冬儿，像我们到7日所在，窗门一带前去放爱，也许能得到蛛丝马迹。老刁，你说你知道给了你药体分开还叫困？你先闭闭眼睛，困他一会儿，休息哈，再起码不爱玩。我不得过一刻。王继章在其中要多受一天苦楚，实罪。哥们，慢慢讲，你让我皇帝去扶一扶啊！海红跟在外头扶他皇帝嘛，你再看海红稍微为不为你先长了什么？龙汉书是为进来嘛？老刁，我们走吧，来，走吧。我们走。我来开只香啊！带书一声，打出地门到窗门放恶，那么要巧遇真凶啊！我为其所。